台铁的南坡火车伫旧年底因为铁路电气化了后，通车了后就不搁再驶路。经过这10个月征收，南坡火车今仔日搁再重新出现啊！车厢内面的电风、车皮椅啊，拢保留掉的。去到南回铁路有机会坐到，带观众朋友做位来看。 载着真侪人回忆的台铁南皮火车又搁出现伫放了车头啊！除了车厢外观重新喷漆，改回上原始的蓝色。车厢内底台铁保留南皮火车的特色，会当拍开的窗仔、车顶的电风，还阁有青色的椅仔甲吊环。真侪设备因为已经找无零件，有的爱靠手工打造。 从骨架开始，连这些全部都是重新贴皮、重新做的。蓝皮简约化13辆车厢里面，它一共分为5种那我们就座椅形式，它就有3种所以来这边的很多的细节你经过导览以后呢，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趣。南坡火车是目前台铁主线上老、算阿公级的火车，经过旅行社的包装，除了有专人解说。 拍开窗仔，就会当欣赏海景甲山景，佮安排伫南回线一寡小站暂停参观。专家嘛建议，未来南回火车的路线会当更较侪。走完的南回，接下来可以走花东。花东是走入台湾花东纵谷的田园交响曲，甚至也可以考虑未来旧山线。即马南皮火车合作改优化观光列车，18重新开车，逐工一个车帮对枋寮到台东往回。业者表示，目前已经有3000多人订票，想要来坐这班古早味的火车去旅行。记者邓家文、罗维泽，屏东报道。